接下来第八节目是合唱，那是合唱。这个合唱是由严宜通先生带领，伊的内底有一个赖品珍，赖品珍已经很能干的一个女孩子，伊拢最的片，她顶下要唱的第3甲第4拢伊的作品。本来有一个吴珊珊，伊是咱卡拉 OK 比赛冠军，因为伊拄好重感冒，所以袂得来，道歉。接下来有卢随人、唐雅丽，这是严宜通先生带领，而且有阵啊，就严太太、陈琼英，来给来钢琴伴奏，还有赖品珍。现在就由严宜通先生他们的合唱团出场，谢谢。爱得不得了是当年吴修一写给他太太的诗词，他在法国的时候，爱得不得了。像太阳发扬澎湃，像山岳那样不移。我爱你，生命和呼吸，已经深刻来世，像天晴那样。像天晴那样专注，像晨曦那样真挚。我爱你，爱得不得了。我爱你，爱你，永世不。好听吗？多谢音乐啊，这是爱得不得了。